越嚟越多香港人養寵物，重視佢哋為家人，出街咧都會帶埋寵物。政府7月咧會放寬狗隻進入餐廳嘅限制，現正接受申請。我同大家講下3個重點。第一，為餐廳咧帶嚟新嘅商機。大家都知道咧，香港餐飲業咧近年面對唔少挑戰。如果能夠放寬限制，容許狗隻入內，可以吸引狗主幫襯，創造新嘅商機。首階段咧，政府計劃開放500至1000個名額。除咗火鍋店同埋烤肉店之外咧，面積大於20平方米嘅食肆咧都可以申請嘅。第二，嚴守規矩，平衡需求。唔係每個人咧都中意動物，有啲人咧甚至怕狗或者敏感。獲批食肆咧必須喺入口當眼處咧係張貼標示，俾客戶知道同埋咧有選擇。而食肆唔可以製作狗食物，狗隻唔可以上餐台，狗主咧亦都唔可以用餐廳嘅餐具咧餵狗，以保障公眾嘅衞生，平衡狗隻主人同埋其他食客嘅需要。第3點，推動寵物經濟。好多寵物主人咧都好捨得為寵物使錢，更加係而家留港消費嘅主力群組。如果我哋各行各業由商場、公園到餐廳咧，都能夠更加寵物友好，推動寵物經濟咧，我相信會係香港經濟新嘅動力之一。寵物係人類嘅好朋友，我支持要有序漸進，喺顧及大眾嘅關注之下咧，建立人寵共融嘅社會，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加溫暖、更包容嘅城市。請大家咧係留言啦、讚好啦、轉發同埋分享，多謝大家。